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洪祖和，欢迎收看10月16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年11月24号将要举行到9合一的选举，要来选市长、选议员，搁要选里长。伫咧选举期间，市府联合地政署、甲建调单位以及政风单位，上午要来宣示着反贿选的决心。同时推出着反贿选的广播清洁车，会伫咧台南的民众到本社的时阵，持续播送予大家听，来传达出反贿选的消息。年底9合一的选举就要来到，为着要加强力度去宣导反贿选的重要性，台南市政府甲地检署以及警察调查局政风单位合作，上午来到地检署办理清净家园、扫除贿选做伙来活动。透过我们市府咱市民改集企业，咱这个反馈选，这个广播行动车，这个大街小巷赶咱这个反馈选里面，赶它散播出去，让我们台南市民能够更清楚、更直接的感受到我们这些反馈选的决心，让我们老百姓能够确切体认说，我们要反馈选是我们优质民主政治建立的最坚强的一个方式。由市长、检察长用双手将象征乌金、马票、贿选等等负面选风的粪扫袋啊，全部拢放到环保清洁车当中，就是希望接下来年底这场选举会当予市民朋友一个优质的选举环境。开始启动就是我们反贿选的这个宣传车、广播车开跑启动的这样的一个仪式。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反贿选的宣导广播车，那能够提醒民众拒绝贿选，那么来维持干净的选风，那这样我们才会有好的政治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一个政治的环境，那能够有好的给我们的下一代有更好的一个环境，一个制度。检举贿选，人人拢有责任。民众若是发现疑似贿选的违法事项，会当敲到0800-024-099的专线进行检举，来端正着选举风气。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徛伫咧婚姻当中，爱一个翁、一个某，以及中小学的囡仔，无应该有同志教育等等的坚持之下，由后一代幸福联盟协会所发起的公投，将伫咧11月24号甲大选做伙投票。上午相关的团体伫咧议员王家珍的消停之下，向市民朋友来发声，为着后一代的未来，请大家主动领编号10号到12号的公投票，并投下赞成的一票。由后一代幸福联盟所发起的爱家公投3案，伫确定甲11月24、3合一选举做伙投票以后，上午包括指甲圣牧师、邱佩恩律师、甲安定联盟等侪爱家公投志工，拢组织伫议会，提醒大家编号10号、11号、甲12号的公投案，爱主动领票，砍上同意。因为因分别诉求一男一女的婚姻，各种适合不应该推动同志教育。以及用其他的形式来约束同志的结合，临时修改民法。牧师强调，这不是歧视，而是来自上帝呼召，不是为个人，而是为后一代家庭伦理制度维护，绝对无容允破坏。我们最近有一个 slogan 叫做“你爱家，我挺你；你爱家，我挺你”。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再次的重申，只要是支持爱家公投的，不分蓝绿，不分党派。就是我们所支持的对象，所以在这里非常很清楚的，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来召开这样的一个记者会，我们就是要阐述有关爱家公投的事情。我是一个牧师，我有我
从神而来给我的智慧、跟我的呼召以及使命。会中议员王家珍表示，虽然伊毋是基督徒，毋过伊支持爱家公道的理念，嘛强调这项重大议题无分哪里，已经是看下国家安全，伊会小天到底，勇敢承担。在第12案里面呢，我们也同意另立专法或者专章来保障，也许是2位男性朋友或者2位女性朋友要永久结合，他们权益的取得，法律上的一个确认，这一点完全没有对同志朋友不尊重、不顾及他们权益的疑虑，完全没有。10、11两个案子也是要请乡亲好朋友们坚定的投下同意票。也就是说，10、11、12 3个爱家盟、下一代幸福联盟、安定联盟这些好朋友们在推动的议题，都请大家投下同意票。虽然这项公投爱500万的同意票才会当成案，不过因为这是为会当阻挡大法官实现的最后机会，因会努力催票一定要过关。但新闻君及林根采访报道。第12届用电视爱社区 BB 宽屏 BBTV 卡拉 OK 欢唱赛，伫经过湾台南市6区今日的初赛过后，各区的前3名将伫咧20号来进入总决赛，要来争取最后的冠军。主办单位双主请甲三冠王有线电视会伫咧第3频道专程来直播，要互民众共同来见证着精彩赛程。今年已经迈入第12届卡拉 OK 比赛，伫台南市政府团队、湾台南市6区区公所以及里长联谊会协助，经过3个月巡回6区的赛程以后，中青组甲社会组前3名，总共36位精英将再次车拼，每一位拢实力坚强，世间摕下总冠军，相当使人期待。安南区张金城。南区施水福，北区周春长，东区李怡璇，安平区王旭之。中西区黄登元，今年总决赛除了要听选手美妙的歌声，会中主办单位同款比较初赛，除了提供有奖征答、免费食便机的享受以外，也正嘛要推出一台43寸的液晶电视，来感谢乡亲热情的参与加支持。邀请民众10月20暗时6点半来到台南文化中心的假日广场，做伙到老热。双子星跟三冠王有线电视爱在社区卡拉 OK 欢唱赛已经连续举办12年，非常的不容易。那这幕后有很多的单位，我们要来感谢。那首先是我们的台南市政府，以及我们营业区里面6个行政区的区公所，以及我们区公所所有的团队跟区长。那再来就是我们6个行政区的里长联谊会的会长，那以及我们的所有里长们也非常的热心协助我们的整个报名工作，所以让我们的报名1年比1年人数更加的增加。那今年度呢，我们10月20号会在文化中心假日广场来举办我们精彩的总决赛。那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到现场来帮我们的选手们加油打气。主办单位表示，20号的总决赛除了要选出歌王歌后，分别送出一台价值7万块的机车大奖，也有第2名、甲第3名以及最佳舞台造型以外，今年上届特别的是，要交由现场的观众票选，选出最佳人气奖，有奖金3000块的鼓励，所以欢迎民众到时踊跃来现场，替你所支持的选手加油打气。台南新闻君及林根采访报道。赤坎文化园区改造工程经过1冬外的设计甲规划，总算伫咧10月16号即天正式来动土。由市长李梦燕亲自主持动土的仪式，并且邀请到中央的官员、北区的议员以及济贵宾，
共同来见证着一个欢喜的时刻。位伫咱市中西区民族路、赤坎街、新公路以及赤坎东街四周边，长久以来拢是府城的重点区域，也是咱台湾本岛长期以来政治甲经济中心的所在地，具有相当特殊的历史意涵。伫咧前市长赖清德向中央争取经费，互赤坎文化园区经过改造工程了后，成为台南又一个历史新光点。动土典礼第一枪，开地平安；第二枪，动土顺利；第三枪，元和吉祥。礼成。目前1期、2期总投入，包括中央的经费、地方的经费是16亿。好，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整个包括我想对古迹还是要维护是最重要啊，但是对周边设施的改造，我们希望第一个整个空间能够有完全不一样的面貌。哦，过去咱这赤坎楼以后的门面会是往这边，哦，面对这个将来重城公路就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可以来衔接这个赤坎楼啊，那个整个格局啊跟这个环境是不一样啊。那再来服务设施也可以得到改善哈。那现在是1、2期，所以游客中心是设在1楼。那未来我们希望在第3期，目前还在报这个文化部核准。那有一部分的这个展场空间是在地下室，比照这个巴黎的这个罗浮宫的方式，哦，有一些是在地下的设施。台南市政府伫2014年将赤坎园区改造工程纳入10大基建计划当中，借由甲新公国小教育环境的整合，来提升着公共服务设施甲市周边的生活环境。未来完工以后，会当用上改新的形态来呈现出咱台湾文化深厚的历史涵养。台南新闻专中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2018毛豆小姐先生选拔活动又来喽！欢迎年满16岁以上既有毛豆产业尝试者，于10月18日前报名参加。报名请上新市区农会官网或拨打报名专线0658998888。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中央节要到啊，林德区农会为着要关怀独居的长者，由农会总干事曾家泽带领着家政班的妈妈来到社区内底，关心着长者的生活，同时也送上爱心物资，希望互因拢会当感受到来自社会温暖。中央节将要来到，每一个社区拢有敬老的活动。10月16号，林德区农会总干事曾家泽就带领着家政班的妈妈来到上伦理独居长辈厝内面进行关怀慰问，同时也送来爱心的物资，互大家提早来过一个温馨的中央节。因为阮其实农会这90座吼，家政班这吼办也是从89年吼开始吼，到这份吼也是会当讲是咱全国，今咱其实农会有办尔。搁办着咱这书童爱心回娘家，这是拢全国，今咱因伫农会有伫办尔呢吼。今仔活动吼，会当吼，甲咱遮迄个都市老人，大家来相处安尼吼，来互因感受一个温暖安尼吼。
这届所送的爱心物资内容有肉粽、饼、面筋等的生活用品，拢相当的实用。虽然简单，但爱心煞一点仔拢无减少。除了物资的发送，农会也举办着老人讲座课程，甲大家讲一寡平常时保健身体方法。讲咱今日农会办着咱高龄者讲习安尼互咱遮地方遮长辈大家拢会当来听咱讲师来甲讲即个保健的问题安尼互伊身体起居方面拢会当安尼非常的顺遂安尼。透过送爱心物资甲健康讲座的举办，除了发挥农会家政班服务人群的精神以外，主要嘛是希望互社区内底长辈会当拥有一个欢喜又搁健康的重阳节。家政班赞不赞？赞！台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古都国际马拉松明年所规划规条路线，将会串联33个台南知名的古迹景点，其中佫包含侪侪古战场，邀请着民众做伙来走入来历史场景当中，同时佫会当品尝着台南美食。台南古都国际马拉松即日起开始开放报名。市府今年以着大园港的意向图作为海报的主题设计，同时也宣布明年的古都马拉松路线将会串联着33个古迹景点，以及沿路主办单位拢会准备侪侪台南美食，要来互参与民众有一撮欢喜的路跑体验。那第13届的古都马拉松于明年3月3日开跑。那古都马拉松它其实曾获得体育署票选特色文化奖的第1名。那它是以古迹赛道美食文化闻名的。这一次的古都马主视觉是以1644年大园港市鸟瞰图为概念，去设计一个采 Q 版设计的部分。那加入平埔族人逐鹿的元素。盘点全马路线上33个古迹的景点。那在补给站上面，它是与第12届相比，它其实什么东西都有，而且还就是持续增加，比如说我们的特色美食这样子。那邀请全国及国际的跑友于明年3月3日的时候莅临我们府城，跑进历史，补进美食这样。明年的赛道将会展现出台南在地特色甲人文风情，包括鹿美门溪、古战场，一直进入到安平港区，也会经过台南美术馆等等的所在。东港的补给站也阁有侪侪台南府城的卤味、烘烟前、豆花等等的点心，也阁有333支的猪卡，为参赛者来补充着满满的能量。民众若是要参加的话，即马就要赶紧来去报名。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接近年底，拢是百货业者举办周年庆，为伫咧后火车头，台南知名百货业者即届好康尽出。除了百货服装上架拍7折，佮结合了网红直播分享甲高回馈的组合，上悬推出了21%的回馈，希望会当刺激买气。台南大东百货周年庆虽然对这个月18号才正式开始，不过业者今年推出新的形态，除了网红传力式百货，也有直播分享加高回馈的组合推荐。另外，今年也提前开放网络预订，除了有满千300，也有银行路卡回馈，这出上悬21%。今年台南大圆100周年庆，我们寄出史上最高21%的回馈。包括全馆5000送600，然后1万的话再加送500刷卡，14大银行。那另外我们在新展银行的话，5000会送100，然后化妆品内需男女童我们8800再送200，所以合起来的话总共会有21%的回馈。今年的话，我们周年庆的话会从10月18号开始，然后会一直到第2波段会到11月24号。那这一次的话，我们的目标额我们预计会做到5亿，那预计会超过6%的成长。那今年的市场的状况，其实对我们来讲，目前感觉起来还不错，所以我们对今年的一个周年庆的预算非常的有信心。会场在中央路中下新的设计之下，店中变成钢铁人的造型，而且每一位店员面顶有太阳宝宝的彩画，全店总动员就是准备迎战这波的周年庆。而且伫周年庆期间，现场有机器战警加大型暗土车的扭蛋机，欢迎民众做回来试手气。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金鸡演社欢喜迎接到25周年，剧场的导演王荣玉特别打造了一出全新的戏剧，结合了在地台湾的口音，佮加入了莎士比亚的剧本。这出欢喜就好，伫咧台北甲台中拢赢得满满的好口碑。即马来到最后一站台南，嘛希望会当带予台南的乡亲满满的欢乐气氛。金鸡演社已经伫咧台湾庆经25周年，即个庆祝25周年所制作的年度大戏《欢喜就好》，是运用莎士比亚的戏剧剧本改编，依照着台湾的人物风情甲语言使用的习惯，导演编写出一个又搁一个上介趣味的对话，甲上会当互人大声笑出来的剧本。这出充满着欢乐气氛的台语歌舞音乐剧，大家来看卖啊！咱金鸡社今仔日25周年哦，要带咱台南一出足好看的戏出莎士比亚的哦，叫做《欢喜就好》，改编自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哦，非常的热血，非常的欢喜。啊，内底吼足侪歌的歌舞剧，邀请到咱的风采伦哦，咱的霹雳布袋戏艺术总监，伫咧咱的这出戏做了足好听的歌，希望大家吼大大细细来咱台南的文化中心看一出足好看的莎士比亚戏，叫做《欢喜就好》。金鸡演社将要伫10月20号伫文化中心演艺厅演出《欢喜就好》，这是台南的唯一一场轻松又搁趣味的戏剧，想要疏解着生活压力，好好放松，笑一个民众一定要来欣赏这出《欢喜就好》。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伫咧新闻的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侪云有时好天，温度24度至29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10月1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